南投縣政府宣布講，日月潭是空氣品質維護區，所以7月初一開始，進入環潭公路的民眾，若使出廠超過2檔的柴油車，就要提出1檔來排煙檢測合格證明哦，無就會接罰單。為着會當入去南投的日月潭使柴油轎車的洪先生，透早就來排隊要驗車。伊講伊帶一部里，定定愛經過日月潭。即馬南投政府要求柴油車攏要通過排煙的檢驗，才會當入去日月潭。民眾有的感覺無奈，有的是感覺為着空氣品質會當接受。我帶部里，隔壁，你定來經過啊。所以你就變到講。去一下，我就不經過一下，我就很麻煩。我自己是遊客的話，我也會希望說這個地方來到這個地方是可以放鬆、休閒、度假，然後空氣好的地方。為着守護台灣國際級的景點，讓日月潭會當維持空氣品質，南投縣政府宣布日月潭是空氣品質維護區。按7月開始全面管制檢查，民眾若要進入環潭公路，只要是出廠滿2檔以上的柴油車，無分大細大各用途，攏要摕到1年內排煙檢測合格。若違規，就透過 AI 辨識，直接開罰單，上加罰1000塊，而且若是一直攏無改善，會當罰到6萬塊。進到日月潭的柴油車沒有取得1年內的合格排煙檢驗記錄的話，會遭受到1000元以上的罰款。南投監理站指出，現此時全台灣領有牌照的柴油小客車無到28萬台，這佔小客車總量的3.7%，認為未造成正大影響。環保局嘛希望透過管制來發揮改善空氣品質的效果，共同來維護國家風景區的環境。記者黃秀南投報道。